各位老友記，唔知你有冇發覺呢大半年嚟自己好似黑仔過麥兜，明明每日做牛做馬做到氣咳，但係到頭來個荷包依然係乾塘，或者係事事都爭咁。臨界點嗰少少，始終揞手唔成勢。好多人呢個時候就會開始懷疑人生，覺得係咪自己唔夠醒目，或者係個天特登同你作對。其實講句老實話，好多時運程唔順，唔係因為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根本唔知自己身上積落咗幾多負能量。尤其係你頭頂嗰沓3000煩惱絲，正正就係吸住啲衰氣唔放嘅罪魁禍首。今日我一定要同你拆解呢個玄學上嘅大秘密，教你點樣喺8月呢個轉運黃金期，用一把金鉸剪剪斷積運跡，等下半年可以由頭發到落腳。講到尾，頭髮喺命理學入面絕對唔係裝飾品咁簡單，佢係人體陽氣嘅附著點，亦係磁場接收器。你諗下，如果一棵樹啲葉枯晒爛晒，你都唔去修剪，咁嗰棵樹點會有新芽生出嚟？頭髮就係你嘅氣場葉子，佢記錄咗你過去呢半年嘅喜怒哀樂，更加吸滿咗你喺職場上受過嘅氣，同人嘈過嘅架，仲有嗰啲小人散佈出嚟嘅病氣。如果你仲係由得佢又長又亂咁抌喺個頭度，等於係將上半年度啲垃圾隨身扭帶，咁樣好運點樣揾到門路入你屋？玄學上有句說話叫越理越法，呢個理字第一層意思就係理法，將啲舊氣場剪走，等新嘅能量可以透入嚟。如果你最近覺得心煩意亂，做嘢成日撞板，甚至連瞓覺都唔安穩，你就要認真望客鏡入面嗰個自己。好多後生仔女或者係追求時尚嘅朋友，好中意留嗰啲厚到遮晒成個額頭嘅齊陰，或者係長到篤眼篤鼻嘅碎髮。我一定要同你講清楚，額頭喺面相學入面叫做明堂，亦係一個人接收天地靈感嘅太陽能板。你諗下，你將塊接收板遮得死死，神仙都保你唔住啦。額頭呢個位包含咗幾個極之關鍵嘅宮位，最頂端嗰個位叫做火星，再落少少係天庭。呢度管嘅係你早上嘅福德，亦係你後生時期嘅運勢。如果你呢個位遮住咗，等於係截斷咗同祖先或者長輩貴人嘅感應，做起事嚟自然冇人提拔，成日要走冤枉路。再講下額頭正中央嗰度係官祿宮，亦即係司空同中正。呢個位係主管你嘅事業成就、工作職位，仲有你同 boss 上司之間嘅關係。如果你呢度成日被頭髮遮住，啲氣息發暗，咁你喺公司就算做死做活，boss 都好難留意到你嘅功勞，反而出咗事就第一個諗起你。好多時你覺得自己明明有實力，但係升職冇份，就要諗下係咪你自己親手擋住咗呢個治意運窗口。官祿宮要亮要清，你下半年嘅治意先可以好似坐火箭咁一飛沖天。仲有兩眉之間嗰個位，大家耳熟能詳嘅印堂，呢度亦都係命宮，管住你一生嘅總運勢，包括你嘅心情同健康。如果你嘅印堂被亂髮遮住，或者係你兩條眉生到密麻麻連埋一齊，咁喺商學上就叫六害眉，最容易招惹是非同破財。印堂如果發黑發暗，人就容易盡牛角尖，事事諗唔開。所以理髮嘅時候一定要提醒師傅幫你修剪一下呢度嘅雜毛，等個印堂寬寬剪剪，個心自然就開朗。人一開心，財神爺自然中意親近你。額頭兩邊近發際線嘅位置叫做天倉，呢度就係你嘅左右財富。好多人以為賺到錢就得，其實守唔守到錢先係關鍵。如果你天倉位被頭髮遮得太犀利，或者生咗好多暗瘡雜毛，咁就代表你個財富漏水，錢財入嚟之後好快就會因為一啲意外或者無謂嘅開銷而流走。理髮嘅時候將呢兩邊理得乾淨利落，等於係幫你下半年嘅財富打補丁，
做防漏工程，等你可以真正存到錢。你會問點解一定要揀8月去理髮？8月正值立秋，係季節交替嘅關鍵時刻，喺氣候上係由夏天嘅火氣轉入秋天嘅金氣，金能克木，而頭髮喺五行入面正正屬木。如果你識得借呢個金氣大洗牌嘅時機去理髮，就等於係攞住一把天地賦予嘅金鉸剪，幫你將上半年度嗰啲枯枝敗葉一嘢剪斷。尤其係今年8月又撞正傳統嘅龍華7月，好多人一聽見鬼月就驚到縮埋一角，覺得唔應該動土理髮。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嘅舊思想，只要你揀啱大白天陽氣旺嘅吉日吉時去理髮，反而可以借住理髮呢個動作提升你自身嘅火氣同光芒，等啲低頻率嘅負能量唔敢靠近你。我今日為你揀咗3個理髮黃金吉日，第一組係8月5號同6號，呢2日係立秋前夕，喺通勝入面係極之適合破舊立新嘅除夕斷殺日。如果你上半年覺得自己身邊好多小人，成日俾人背後插刀，或者係身體大病小病不斷，呢2日就係你救命嘅黃金時間。你要喺上午9點至11點，亦即係是時去理髮。呢個時候陽氣開始升騰，太陽光芒最強，你剪完頭髮之後會覺得成個人輕盈晒，好似甩咗一大鬧負擔咁。屬鼠嘅朋友，理髮嗰陣可以叫師傅修整一下衰角，咁樣可以幫你剪走啲官非是非。你要知道鼠人今年合太歲，但係合中帶剋，容易招惹口舌。將衰角理清爽，就好似幫自己篤起一道防火牆。屬牛嘅朋友，上半年你可能覺得壓力大到喘唔過氣，剪短少少可以幫你解開嗰啲沉重嘅心理包袱。牛人性格固執，長髮容易令你思早混亂，剪短啲反而令你頭腦清醒。屬虎同屬兔嘅朋友，呢2日剪頭髮可以幫你引爆下半年嘅事宜運。特別係做創作或者自由職業嘅老友記，剪完之後成個人嘅構思會清晰好多，唔會再好似老鼠拉龜咁無從入手。屬龍同屬蛇嘅朋友，呢2日理髮可以穩固你嘅財富，防止下半年因為一時衝動而破財。你要明白龍蛇屬土火，8月金旺，理髮可以令你嘅能量更加均衡。第2組吉日係8月11同12號，呢2日係農曆6月30，亦即係鬼門關大開之前嘅最後大吉日，喺玄學上稱為保財富大吉日。如果你下半年有大項目要談，或者係想買張彩票撞客運氣，呢2日理髮就最啱。最佳時辰係中午11點至1點嘅午時，午時係一天之中太陽正中嘅時刻，天地火氣最旺。火能生土，土能生金，呢個磁場可以幫你下半年嘅財富打補丁。如果你係做生意、做銷售或者極度想下半年引爆偏財、中下彩票嘅老友記，呢2日就絕對唔好放過理髮嗰陣，不妨着件紅色或者黃色嘅衫去借客火土雙生之氣。理髮嘅時候心入面默念下半年財源廣進。如果你係返工一族，午時去理髮可以幫你提升喺公司嘅影響力，等 boss 更加容易留意到你。屬馬同屬羊嘅朋友，呢2日係你嘅偏財吉日，剪完頭髮之後去買張彩票或者談項目，成功率會大大提升。馬羊人本身帶火，午時理髮簡直係如虎添翼。屬猴同屬雞嘅朋友，金氣交替，呢2日理髮可以幫你提升貴人運，等你在關鍵時刻有人拉你一把。屬狗同屬豬嘅朋友，呢2日理髮可以改善人際關係，剪走啲口舌是非，等你耳根清淨。第3組吉日係8月22同25號，呢2日已經入咗龍劧，7月中旬，叫做陽氣提升生財日。好多人一聽到農曆7月就嚇到唔敢理髮，以為會泄咗陽氣或者撞邪。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嘅觀念。只要你揀啱大白天嘅吉日吉時去剪，
反而可以提升自身火氣，等負能量唔敢埋身。最佳時辰係下晝1點至3點嘅未時，呢個時間去理髮可以幫你千枝顧下半年嘅事業運，特別係屬牛、屬兔、屬蛇同屬羊嘅朋友，呢2日去理髮可以幫你斬走身邊嘅小人，招來下半年嘅大貴人。你要知道7月雖然陰氣漸長，但係未時依然係陽光充沛之時，理髮就好似幫你嘅光能電池充返滿電咁。理髮即係唔單止係剪短頭髮咁簡單，如果你想下半年求穩，想考公職或者做研究、做文職工作，咁你嘅髮型宜直不宜捲，直髮屬木，可以幫你定心聚氣，令你做嘢唔會心浮氣躁。如果你下半年想破局，想做銷售、搞直播，想創業拉投資，咁你嘅髮型可以適當按少少微捲。微捲嘅髮型屬火，火主禮、主明星、主爆發力，可以幫你快速提升名氣同吸引注意力。除咗頭髮，理髮嘅時候仲有2個微觀面商細節係好多人忽略嘅，就係眉毛同屈梢。眉毛喺面相上叫做兄弟宮，亦代表你嘅交友運、同情聳控制能力。如果你眉毛生得好雜亂，甚至2條眉長到連埋一齊遮住咗印堂，呢個叫六害眉，極之容易招惹小人同破財。你8月理髮嘅時候一定要叫髮型師順便幫你刮乾淨印堂位嘅雜毛。眉尾收得清爽有型，代表你下半年辦事有條理，手頭上嘅項目同資金都可以理得順順當當。至於男士嘅祛菇，下巴喺面相上代表地角，亦即係你晚年嘅財富同固定資產。8月立秋之後，下巴嘅屈巴千祈唔好留得太雜亂或者太長，除非你係八字極度需要木火嘅老人家，否則後生同中年男士留太亂嘅威唔之蛙會直接扣你下半年嘅偏財運。將下巴清理乾淨，代表財富清亮，收錢收得舒服。理髮本嚟係一個梳理氣場嘅過程，如果你喺理髮過程中滿腹勞斯，同人爭吵，呢種負面情緒會直接注入你新剪嘅髮型度，導致你剪完頭髮之後運勢反而更差。所以理髮時保持心情愉快、心存感激係極之重要嘅心理風水。當你完成咗理髮呢個大工程，其實轉運嘅腳步只係行咗一半。我一定要教你一套獨家嘅理髮後開運換氣秘法。好多人剪完頭髮就算數，其實你嘅身體仲殘留住舊氣場嘅餘溫。返到屋企之後唔好急住食飯或者去玩，你要準備一盆溫水，喺入面放入一小把粗鹽。如果有條件嘅老友記，去藥材鋪或者花店買幾片柚子葉或者黃皮皮放落去，用呢盆水將頭同埋全身清洗一遍。粗鹽喺玄學上具有極強嘅淨化同辟邪作用，可以將你身上最後嗰少少衰氣都吸走。而柚子皮就係傳統嘅去吸神氣。當你洗完之後，換上一套乾淨顏色鮮汁少少嘅衫，呢個動作就係幫你個能量系統做緊重啟。最後仲有一個畫龍點睛嘅動作，攞一個紅包袋，入面放入幾粒生米同埋少少茶葉，呢個叫米茶安神。將呢個紅包袋擺喺你個枕頭底下面，擺3日米，代表食祿，茶代表清氣。呢個動作可以幫你迅速穩定理髮之後嘅新磁場，等你喺睡眠中吸收安神聚財嘅能量。老友記，你要明白，玄學命理唔係要你迷信，佢係古人留落嚟嘅生活智慧同磁場管理學。8月理髮睇吉日、露額頭、避死月、洗衰氣，每一步都係幫你重塑個人磁場。當你由內到外繁發出一種自信光亮招財嘅氣場，你講嘢自然有底氣，做嘢自然有精神，身邊嘅貴人同財富自然就會好似潮水咁向你揾過嚟。下半年嗰度就睇你呢把金鉸剪點樣剪出一個大發特發嘅新局面。